感觉会枵？干嘛？你这个讲呢？安尼哦，我带你来去台北大饭店，最好料的。你好，这啦。好，这嘛，来。你今仔真好康嘞，还有碰绳通好捡，哇！我细汉的时阵啊，阮母啊嘛就爱四界捡人爱无来的家具。对不对？伊连咧水果啊，讲要去要烂伊个啊。伊啥？我希望讲我大汉了后，会当开一个足大间的家具行哦。大家下边迄家具安尼新新胖胖的味哦。你的梦敢有实现？当然的啊。我伫咧放假遐，有一个足大间的家具行咧。迄电工有闲哦，我带你来这。